女人拿出一个水壶，往里灌满了滚烫的开水，然后将热水倒在冰面上，画出一条直线，随即开始摆摊。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有奖滑冰，很快就引起了行人的关注。这干啥的呀？最新款的随身听，怎样不？有奖滑冰，30秒之内，谁要是滑完了2圈的路程，随身听拿走。这个奖励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诱惑力极大，因此很多人纷纷加入。但2圈下来，这些参与者都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这时，一个老油条走了过来，他总是按照捡便宜的逻辑行事，派出几个手下换上溜冰鞋，3人开始慢吞吞的滑行，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冲着奖品来的。当他们滑完2圈后，老油条立刻回头向女士索要奖品，明显是准备耍赖了。他掏出手表，坚称按照自己的表来看是没有超时的。在争执中，老油条突然抢走了一个男孩的背包，然后迅速扔给自己的手下，催他们快跑。这次他们滑得明显比之前快多了。旁边的速滑队队长立刻追了上去，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冰上追逐战。在这群小流氓中，有个穿黄衣服的年轻人引起了女士的注意，他惊讶地发现他的速度竟能和队长媲美，于是立刻开始计时。当他恰好滑完2圈时，女士再次按下计时器，一看只用了28秒。最终队长成功地追回了背包。当年轻人准备离开时，女士叫住了他，并递给他一个随身听，告诉他这是他应得的奖品。原来这位女士是国家短道速滑队的教练，她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找潜在的速滑人才，而这位年轻人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选择。这样一个原本无业的年轻人，一跃成为国家短道速滑队的成员。